台南市流浪动物爱护协会一直以来致力伫咧用爱终止流浪，为毛小孩找幸福。27日特别邀请到曾之杰服务处、台南市动保处、龙山里办公室、原市集、大庆街元和宫、惠腾家庭等团体共同举办犬猫送养的活动，希望伫春节过年前，会当为这古锥的浪浪找到好主人。那在我身后呢，旁边这些呢，就是我今天的服务团队。那在我的右手边呢，今天就是协办单位之一，也就是我们这个所在地是我们东区的龙山里，我们许福明许里长。那再过来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社团法人流浪动物爱护协会，我们的郭顺雄郭老师。那今天之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我们第2次跟这些爱护流浪动物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许福明许里长一起在这一块绿地。我是第2次参与协办。那也谢谢动保处支持我们那么多的疫苗，但是呢，郭顺雄老师跟我们许福明里长，听说已经在这边协办这个流浪动物已经有超过10年了，相当的不简单。那我要在这边呼吁我们台南市民好朋友，对于这个毛小孩的饲养要有正确的观念。就是说，你养了它，你就要爱护它，把它当做家中的一份子，不要因为它小时候可爱，那它长大或是生病了，你觉得你不想照顾它，或是它再也不可爱了，你就把它任意的遗弃。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台南市政府，请你们加把劲，拿出点魄力，针对这个流浪动物的安置，可以赶快有一个作为。我知道在这个仁德区已经有找到一块地了，跟这个台南市我们那个吴宇环议员正在进行当中。那如果市民朋友你们有看到这段影片，也请你们支持我们，想要为流浪动物，为台南市的流浪动物来做点改变，捕捉这个流浪动物，我们就把它做结扎，但是就希望不要再回放了，那这也不会造成交通问题或是攻击事件，那也不会有无止境繁殖，那这样有一天我们台南市的流浪动物才可以得到解决。也因为春节期间，正在伫外地工课、读册民众，拢希望会当载着毛小孩返乡过年。主办单位这次嘛安排免费注射狂犬疫苗活动，前100名民众各当得到电筒1台，就处各类属主拥有参与。协会创办人郭顺雄老师表示，目前民众对着爱护流浪动物的观念愈来愈提升，举办送养活动，就是为了有效降低政府机关减少流浪的犬猫遭受到意外伤害悲剧发生，也希望会当为浪浪找到一个厝。市员曾之杰指出，希望透过这项活动，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和台南市真正成为对浪浪友善城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